Hello，各位同學，歡迎嚟到 Flow 女人同學會呢個生活學習嘅 podcast。我係 Carmen。今集嘅哈佛 Insider 咧，我就想繼續翻上一集嘅題目，繼續講哈佛特朗普事件簿最新發展呢，就係美國有24間大學公開支持哈佛去告聯邦政府。咁呢個就係截至我錄音今日6月13號啦嘅最新發展。咁呢24間大學點樣支持哈佛呢？原來佢哋咧就聯署簽咗一份叫做法庭有書狀啊 （Amicus Brief），就係支持哈佛去告聯邦政府非法凍結聯邦撥款資助科學研究。咁喺有書狀入邊咧，亦都提到今次聯邦政府嘅行為咧，係會對整個科研生態環境帶嚟負面影響嘅。咁就唔係淨係影響到哈佛大學，而係影響到其他嘅高等學院同埋做研究嘅人嘅。咁所以過去嗰一兩個禮拜咧，就陸續有大學加入簽署呢份有書狀。咁到目前為止咧，就有24間。咁呢24間大學究竟係邊24間咧？我可以喺度同大家講下。咁第一間咧就係喺華盛頓 D.C. 嘅 American University， 第二間咧亦都喺 D.C. 嘅就係 Georgetown University， 第三咧就係史丹佛大學 Stanford， 第四間就係 University of Delaware， 5 University of Denver， 6 University of Maryland Baltimore， 7 Boston University， 8 Brown University， 9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0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11 Dartmouth College， 12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3麻省理工大學， 14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15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16 Princeton University， 17 Rice University， 18 Rutgers University， 19 Tufts University， 20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21 University of Oregon， 22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3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24 Yale University。 咁講晒呢24間係邊24間啦。咁深水清嘅同學咧，可能都留意到當中有唔少嘅都係長春藤大學嚟嘅。咁長春藤大學究竟係咩咧？咁我可以其實揾一集分開再同大家講下嘅。咁但係總共8間嘅 Ivy League College 入邊咧，有2間咧冇簽住呢份有書狀嘅。咁係邊2間冇簽到咧？就係哥倫比亞大學同埋 Cornell University。咁呢2間咧就係冇簽到嘅。咁其他個6間咧都簽咗。咁總共就係24間簽咗。咁其實點解咁多呢啲大學都紛紛支持哈佛咧？咁我個人認為啦，就有2個原因嘅。第一就係好實際嘅，就係財政因素。咁因為正如喺嗰個有書狀入邊都有寫到，一旦聯邦政府凍結咗對哈佛嘅聯邦資助咧，其實好多哈佛嘅研究項目咧都係有同其他大學合作嘅。咁所以今次嘅凍結撥款咧，除咗影響哈佛之外咧，亦都影響到其他大學嘅。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實際嘅考慮。咁另一個我自己覺得可能比財政因素更重要嘅原因，要支持哈佛就係咩呢？我覺得因為其實我上集都有提到嘅，今次特朗普針對哈佛嘅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要殺雞儆猴啊嘛。咁如果今次政府能夠打倒哈佛嘅話咧，咁基本上美國其他公立好、私立好大學只有2條路走。一就係聽晒特朗普話，咁就影響唔到經濟上嘅支持。咁但係咧，好明顯就會失去好大嘅學術自由。一係咧就要同哈佛一齊執笠。咁當然其他大學呢2條路都唔係一個好選擇啦，唔係一個好結果。咁所以我覺得好大程度上佢哋決定支持哈佛咧，亦都係想避免要走呢2條路嘅。另外我亦都想同大家講下嘅就係今次嘅哈佛事件咧，其實唔係淨係關哈佛事嘅。即係你睇翻Donald Trump 今次上任，其中一樣佢上任之前已經成日講嘅咧，就係要廢除聯邦教育局。
咁佢上任之後，亦都委任咗一個新嘅教育局秘書 Linda McMahon。Linda McMahon 嘅第一任務咧，就係要廢除教育局。而過去幾年咧，特朗普都一直好支持喺美國越嚟越多嘅禁書活動。咁如果你將呢啲所有嘅唔同嘅行為集中嚟睇咧，咁你就會見到其實呢啲所有事情嘅目的就係要打擊國內教育。咁再深入啲睇咧，可能就係要打擊知識分子。咁如果你問我咩人最想打擊知識分子呢？我就會同你講係獨裁者。如果大家有留意歷史嘅話呢，都會知道所有呢啲中意燒書啊、焚書坑儒嘅人呢，都係獨裁者。所以睇今次嘅哈佛事件呢，我覺得就唔可以單獨咁睇 Donald Trump 或者政府對哈佛嘅批評，而係要睇翻現任政府整體個政策係點咯。咁而對於哈佛今次作出嘅種種控訴啊、凍結資金啊呢啲行動，都係呢個現有政府個策略嘅其中一部分嚟嘅啫。咁其實講哈佛事件咧，仲有好多嘢可以講嘅。咁我可以再下次分幾集同大家再傾下啦。咁今次就短短地係咁先，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